接落来看这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有够寒，因为这大陆冷气团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今日透早就出现雾凇，也若是合欢山是因为水汽无够高，敢若落冰沙啊。根据目前的气象署是继续针对新北、宜兰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也有金门发给温度报，大家都爱请好收。冷气团落南，透早6点，气温一时降到摄氏零下4度。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园区的树花、草坡拢结树霜，规片是白黠黠，让游客感觉真水。于今日的清晨，下起了雾凇，那主要集中的区域在太平山庄以及翠峰山屋等较高海拔的区域。那目前呢，气温约-3度。那没有水汽不足，所以没有下雪的情形，所以呢，宜专一线并未进行道路的管制措施。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透早陆续是结树霜，主要伫太平山庄甲翠峰湖区，但是因为水汽无够，无落雪，路面也无结冰。也那合欢山也因为水汽无够，敢若短暂落米雪，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，透早部分地区低温继续降，亲像透早10点外，离岛的马祖是降到摄氏7.6度，台湾本岛新北的石碇是9.4度，也那台北是12.9度的低温。温度大概在周5、周6维持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但在周6下半天之后，另外一波冷气团开始南下，周6下半天温度开始又逐渐下降。包含像北部地区红色曲线的部分，可以看到温度会比前一天的周6来说下降，大概达到3到4度左右的感觉。气象署继续针对新北市等县市发布低温特报。虽然这波冷气团明仔载减弱，温度小可回升，不过拜六21到后礼拜1、23，又搁有一波冷气团落南。拜六暗时到礼拜透早影响上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